一棟過百年嘅屠房點解會變咗藝術家嘅基地呢？答案就喺呢度啦。牛棚佢係1908年建成，係香港戰前好重要嘅牲畜檢疫站同屠宰中心。咩意思呢？即係所有由外地運嚟香港嘅牛隻都要嚟呢度隔離同檢查，確保冇病先至可以供應俾市場。所以牛棚呢個名就係咁嚟啦。你睇下啲建築，全部都係紅磚屋，屋頂係金字瓦頂，仲有好闊嘅走廊同埋廳院，呢啲都係20世紀初嘅實用主義建築風格嚟㗎，唔係裝飾，係為咗通風同埋方便清洗，好有功能性，同附近嘅高樓大廈形成咗好強烈嘅對比。咁點解又會變咗藝術村呢？到咗2001年，政府將佢活化成牛棚藝術村，邀請咗本地嘅團體同創作人進駐。所以而家你行入去呢，就會見到好多畫廊、工作室同埋展覽空間，成日都有唔同嘅活動㗎，好有活力。簡單嚟講，呢度係一個將歷史、建築同當代藝術結合得好靚嘅地方，好值得大家嚟行下，感受下㗎。嚟到呢度呢，如果大家冇留意，就會睇漏咗呢一間喺外表睇落去好普通，但係喺裏邊係一間好唔普通嘅屋，裏邊係藏咗好多寶藏㗎。當時有一個喺出邊洗緊菜嘅叔叔，佢見我喺附近係咁影，之後呢就叫我不如你入嚟影啦。之後叔叔就同我講，喺暑假嘅時候，好多家長都帶埋自己小朋友嚟呢度做手工㗎。裏邊呢有好多佢哋完成咗嘅手工，但係未有時間返嚟拎，都有好多未完成嘅手工，佢哋呢就會繼續過嚟整埋。之後叔叔又同我講，呢條木唔係好貴嘅咋，2萬蚊嘅咋。跟住呢，佢又同我講，呢條木叫做着旗袍的女生。最後呢，佢就同我講，如果喺入邊我見到邊樣嘢我中意嘅，我就可以隨便拎，但係呢，最緊要喺出邊要俾錢。所以如果你嚟呢度呢，你就千祈唔好漏咗呢一間藏寶藏嘅屋啦。
睇完呢，就發覺藝術呢並唔係一定要高高掛喺上面嘅畫廊，而佢可以係一磚一瓦之間，係一種堅持裏面牛棒嘅故事，就係香港創意嘅縮影。